好，晚上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學，大家晚上好。又到咗禮拜二晚上10點到10點半嘅師傅在線福利來了呢個環節啦。咁喺我哋呢個環節呢，半個鐘頭呢，許光明老師呢就會將呢個香港時事進行呢個玄學嘅評論嘅。同埋有啲朋友咧想揾許光明老師師傅咧免費測算嘅，都可以提前將你想問嘅問題咧發俾我哋工作人員，咁工作人員咧就會喺禮拜二晚上咧安排我喺呢個線上咧幫大家進行呢個講解嘅。咁有任何事情要諮詢或者有其他事情要問嘅，都可以聯絡我哋嘅工作人員呢個聯絡方式咧都寫喺呢度噶啦。OK，咁今晚咧我哋首先咧講解下呢位朋友嘅一啲問題啊。所以話咧喺師傅在線呢個節目入邊咧，你哋有任何問題要問嘅都可以問，只要提早同我哋工作人員講聲。咁許光明老師咧都會喺現場幫大家進行呢個講解嘅。第一個咁呢位同學咧就問嘅想同老闆講7月開始休息明年4月先至返去工作，想知老闆是否會應承咧咁呢個盤咧係呢個盤咧係我哋嘅朋友即係我哋嘅學生咁佢因為咧成日都聽我上堂嘅，所以佢最近咧有件事好煩，因為上工作上咧休息一段時間，因睇到自己嘅身體健康比較差，而且工作壓力大，所以咧想避開一段時間，以防老闆再推一堆工作俾我，所以咧佢又想同老闆請假7月到4月，得唔得咧？得唔得咧？好，咁佢自己咧就起咗個盤嚟問啦。咁呢個盤咧，一般我哋奇門遁甲預測咧，呢個盤咧日光落宮咧，一般係代表自己嘅。日光落宮咧，一般係代表自己。咁佢喺呢個日光落宮入邊咧，係冇四害，冇四害咧就代表咧，如果你提出嚟一啲要求嘅話咧，基本上咧成功嘅機會咧都比較大，因為運氣咧喺你嗰邊運氣咧喺你嗰邊，但係咧臨騰蛇代表咩意思啊？代表可能你要挨多幾次噶啦。呢個宮位咧係離宮，離宮一般係3、6、9呢三個數，咁你最少都要挨3次，甚至多嘅話可能重複到6次、7次、8次、9次都有可能。呢係第一個。第二個，無土錢銀喺出邊，即係話咧你要休息，工資咩福利肯定就唔會有噶啦，肯定就唔會有噶啦，所以你啲錢銀喺出邊，而且咧你係丙火，你嘅呢個地盤幹又係丁火，你係丙，咁你係另外一個係丁，丙係代表你，丁係代表咩人？代表你嘅替代者。其實咧，如果你想休息嘅話咧，你自己要培養一個或者揾一個替代者出嚟，你再去同老細提出7月份開始休息，先至有成功嘅可能。先至有成功嘅可能。已經講到幾點噶啦。第二個咧就要大膽啲同老細傾，要主動啲、積極啲，講多啲嘢。你就唔好老細問你一句，你就答一句。你去揾老細傾之前，第一個做好書數，要傾多幾鋪嘅，呢係第一個。第二個要培養一個
代替者之後，你先去揾老細傾。第三，要大膽啲同老細傾，要主動同老細傾，要講多啲嘢，千祈冇到等老細問你嘢，等老細冇聲出，乜都係你講，先至容易成功。咁老細嘅睇法又點咧？頭先咧係企喺你自己角度睇嘅，我都係從你自己角度嚟考慮，你仲要考慮老細嘅角度。老細喺邊度？老細喺呢度啊，因為業務代表老細嘅大老細。當然啦，你仲有主管嘅話咧，你嘅主管仲要睇直，無論係老細又好，定係主管又好，佢哋有冇衝克你咧？冇，即係話你如果提出嚟咧，佢哋會唔會為難你咧？唔會，但係一定要學我頭先咁樣去提先得㗎。你貿貿然去提係冇可能成功嘅。點解啊？因為呢兩個工位你自己睇到，呢兩個工位成堆四害喺度，佢哋本身佢哋本身都唔係好掂當。好似呢個老細咁，業務落喺呢度，業務落喺呢度，道門門逼，公司管理有問題，公司管理有問題啊！你好想管住呢間公司，但係管唔到，庚金又入務又經營，呢個老細其實喺呢個生意上都遇到好多咩嘢合作方面嘅啊，即係佢同合夥人或者同客戶之間都出現咗比較大嘅問題，好多都未理順嘅，好似話連出一籃蟹咁，倒瀉落蟹，香港人倒瀉落蟹咁。所以呢個時候，如果你話提出離職，佢會唔會呢個？又唔係話你唔係提出離職，7月休職，4月份先返，佢會唔會直接 say no 咧？如果你唔學我頭先所分析嘅方法去同佢傾，絕對會 say no，因為佢自己都唔掂。你嘅直屬主管又係呢件事情，如果係由你有直屬主管嘅話，呢件事情對於佢嚟講，又係一個頭痕嘅事。嗱，又係一個好頭痕嘅事。所以咧，想問，如果老細真係應承再請我返去，到時候工作會安定快樂？快樂就難講啦，啊，因為點解咧？第一個佢依家咁多問題，第二個你落喺呢度，你同佢有冇共同符號？冇任何共同符號，你同佢冇乜共同愛好嘅，冇乜共同語言嘅，你同佢觀點有好大嘅唔同，而且呢個老細依家你個老細已經好唔掂當啊，好唔掂當。第三點，我辭職後再揾其他工作好嗎？呢個係依家嘅你，下一個你喺邊度啊？下一個你喺邊度啊？天盤降變地盤降，喂，下一個你落喺呢度，有冇四害？冇四害。啊，記住冇四害，而且卯月丁火比較旺，卯月丁火比較旺，但係落喺坎宮，坎宮，坎宮嘅代屬水，火落喺水嘅宮位，代表咩意思？有能力發揮唔出嚟啊！有能力發揮唔出嚟，所以你如果要辭職，幾時辭咧？呢度係5月，即係農曆5月，即係農曆6月，或者差唔多7月，先至有可能，因為又到咗夏天，先有可能沖開呢個水。夏天火又旺，所以如果你係辭職，揾其他工作更加好。依家你又穩定先啊！到咗新曆6月，即係農曆5月端午節過後，你嘅工作先至有新嘅工作先有蒲。
先至有可能會蒲頭，先至有可能會揾到。依家揾去揾住先，到咗新曆6月，即係農曆5月過後，先至有可能揾到更加好嘅，先揾到更加好嘅。OK，所以學奇門遁甲，你可以將你睇到嘅嘢組詞造句，編成一個故事，即係你自己要係一個編劇，你自己要係一個編劇，但係咧呢個劇情咧唔係好離譜咁樣去作出嚟嘅，而係根據奇門遁甲嘅一啲最基礎嘅知識，比如話日光落宮代表你自己，地盤降變天盤降下一個嚟，老細係連降落宮，直屬領導係直符落宮，你要問乜事都係睇呢啲嘢，都係睇呢啲。OK， 好，嗱呢位同學我就俾咗建議佢啦，希望咧佢啊接受啦。揾老細傾，我都講過啦，應該點樣同老細傾先至會更加成功。揾多一份工，可能最快要到明年今年6月份即係農曆嘅5月份先至得啦，即係可能要過多差唔多70-80日到啦，過多70-80日到啦先至得啦。但係咧，依家就要去諗住去揾住先，投下檔案先得嘅。好，所以希望各位同學咧有任何問題咧，都可以喺我哋呢個師傅在線呢個環節咧嚟問嘅。如果你哋冇問題問咧，我就講翻呢啲時事新聞嘅一啲分析比如話似呢個越南餐廳老字號越興園又話正式結業啦，咁好多人就話經濟唔好冇人食嘢其實唔係冇人食嘢，正所謂人以食為天民以食為天，邊個唔係食咧？係咪先？除非你做神仙唔係食啊，你出家人又唔係食啊，就普通人個個都想食呢個好嘢嘅。咁所謂嘅好嘢係咩意思咧？又要好食啦，又要有營養啦，價錢咧又要有着數。咁我問翻你哋自己嘅，依家喺香港食嘢好食咩？抵食咩？你咪自己諗。所以並非係話呢個經濟唔好，所以咧就呢啲鋪要執笠，而係好多我哋作為香港人或者作為一個人民群眾，作為一個普通嘅人民群眾，其實我哋唔蠢嘅。我要食越南菜，我過嚟呢度食，一個人差唔多成1000蚊，閒閒地一個人都700，我嚟呢度食乜啊？貪佢好食啊，定係貪佢平啊？因為好多人北上咯，一北上深圳可能你玩到玩厭咗啊，好快又去東莞啊，好快又去廣州，嗰啲仲平仲靚，大把越南餐廳。你求其依家攞部手機求其查下邊個城市有越南餐廳，大把。所以話咧，好多時候時勢係做英雄嘅，而且咧時勢係經常變嘅。你想喺呢個社會立足，一定要不停咁變化，跟住呢個變化而變化，甚至提前進行變化嚟適應呢個社會，適應呢個環境先得。你睇呢個越興園以前真係好卡細嘅。講真啦，如果呢啲所謂嘅我畫圈嘅呢啲，你試下啦，價錢仲係咁貴，啲嘢又越嚟越難食，睇下仲有冇人去佢度食嘅？唔執啦就寡啦，係咪先？有啲我前屋企帶飯我都唔去嚟食，但係我哋通過玄學去分析咧，其實都去分析嘅。當你要做一單生意嘅時候，你要開間鋪頭，要簽呢單生意，要簽呢份合同，咁究竟有冇錢揾咧？其實用奇門遁甲都可以預測嘅，用奇門遁甲都可以預測嘅。
點樣預測一單生意有冇利潤咧？其實好簡單，你就係睇呢個生門喺邊度，你就呢個睇呢個生門喺邊度，生門落喺邊個宮位。如果有四害咧，都做得過嘅，冇啊唔係，如果係有四害就做唔過，冇四害都做得過。好似呢個案例咁，生門落喺巽宮，生門落喺巽宮，生門同埋利潤，利潤喺巽宮咧，又入墓又激刑，入墓得翻20%嘅能量。經營咧得翻50%嘅能量，50%乘以20%，剩低幾多？剩低1成嘅能量，邊度有錢揾？你揾呢1成嘅錢，可能連鋪租都唔夠俾啊！所以話你最簡單嘅一個方法就係，無論你做咩生意都好，準備做啦，準備簽約啦，起個盤睇下啦，睇下生門有冇四害，有四害，小心啲啊，各位。嗱，你唔係超人啊！你唔好以為你自己係個做生意嘅好叻嘅人。正所謂時也命也，運氣好，眯埋眼都揾到錢嘅；運氣唔好，做乜都唔掂。OK，好。咁啊，第二個新聞咧，港鐵啊驚爆漏洞，逃票者車費啊，話咩81蚊啊變4.9蚊啊？呢個我就未試過啦，81蚊變4.9蚊我未試過啊。81蚊變4.9蚊我未試過，但我經常係試過咁嘅。我喺尖沙咀諗計坐地鐵啊，去到邊度啊？去到落馬洲或者去到關口嗰度，我唔出關啊，俾啲嘢俾人哋遊翻嚟，有計諗噶，有計諗噶。當然啦，唔係話鼓吹呢啲逃票啊，唔係話鼓吹呢啲逃票啊，唔係呢個意思啊。其實咧，即係話我哋做任何嘢咧，其實都有計諗嘅。我哋做任何計劃做任何計劃或者做任何策劃一個項目啊，或者策劃一個節目都好啊，其實都有漏洞嘅。你唔好以為你嘅計劃就天衣無縫，天衣無縫嘅計劃就肯定唔會失敗嘅。咁好多計劃都係失敗嘅啫，係咪先？10個計劃9個都失敗啊，最多得1-2個會成功嘅。所以咧，我哋好多時候咧，我哋做計劃肯定係用心去做噶啦，用呢個眼去觀察噶啦，呢個肯定噶。個個人做計劃都係咁樣，除非你傻嘅啫，個個都會俾心機去諗，用眼去觀察，用耳仔去聽。但係有冇諗過咧？眼睛、耳仔呢啲係你睇到嘅、聽到嘅，咁你仲有啲睇唔到、feel 唔到嘅嘢咧？你用乜嘢去感受啊？呢啲睇唔到、feel 唔到嘅嘢，你用乜嘢去感受？其實可以用奇門遁甲去感受。奇門遁甲咧，又叫做人類嘅第六感，或者叫直感或者叫人類嘅第三隻眼 A 眼、B 眼，仲有第三隻眼 X 光眼咁樣。點樣去睇啊？其實奇門遁甲都有計嘅，好似話你做好呢個計劃啦，你準備實施啦，你都經過各種提前嘅論證都發覺呢個計劃係 perfect 嘅，無可挑剔嘅。但係咧，呢啲只不過係你係通過你嘅頭腦分析眼睛觀察啦，或者耳朵去聆聽啦，你覺得呢個計劃係好 perfect、好完美。但我都希望你哋要用奇門遁甲起個盤睇睇，睇翻啲我哋 feel 唔到嘅嘢。奇門遁甲睇邊度咧？比如話你想去測呢個計劃 O 唔 OK 嘅時候，我哋睇奇門遁甲，睇開門，因為開門代表計劃啊嘛，開門代表開始開創計劃，開始開創開展計劃都係睇開門。開門落宮如果有四害，哦吼，就代表呢個計劃仲係有漏洞，你仲要重新去討論。好似呢個案例咁，開門落喺艮宮，艮宮為停止
即係話俾你聽呢個計劃要停止下，hold 住先。由空亡，空亡咪代表流動，有個窿喺度，叫空亡，有個窿喺度。將呢個計劃 hold 住先，繼續討論，繼續研究，咁就 OK。所以話奇門遁甲好多嘢學，唔係你哋想象中。哎呦，奇門遁甲就係問佢愛唔愛我啊？啊，喺邊度食飯好啊？其實仲有更加深奧嘅應用。希望咧你哋多啲同師傅溝通，多啲同師傅連接，咁你學嘅嘢就會越嚟越多啦。啊，OK，我哋再嚟睇。香港詞聖啊，明田詞人特傳離世，享年76歲，盧國沾先生啊。咁啊，盧國沾先生咧，其實咧我哋30幾歲、40幾歲、50幾歲、60幾歲嘅人咧，都聽過好多佢作詞嘅歌曲嘅，都可以話聽住佢作詞嘅歌咁大嘅，所以都有啲感情。咁聽到呢啲消息咧，都幾咩嘅嚇，唔算係開心都好悲傷嘅。但係咧，其實一個人咧，一世長流流，點都有啲人生有啲坎有啲坎嘅。呢個坎咧，你過唔過到咧？過得到，你咪仲有10年8年，仲有10年8年嘅壽命咧。你過唔到，可能就冇嘅。人生其實有好多坎嘅，比如話，我哋就以呢個出咗社會嚟講，36歲一個坎，我哋講嘅虛歲36歲會有一個坎。呢個坎咧係決定你有錢定冇錢嘅重要一個關頭。有啲人咧喺36歲開始奮鬥，咪有錢；有啲係36歲反而耷咗落嚟，就會越嚟越差嘅。36歲，然後咧就60歲。呢個係有統計嘅，玄學有統。60歲呢一年，呢個坎係個生離死別嘅坎，過到咁你仲有10幾年好運行，過唔到就衰收尾嘅啦。仲有一個73歲虛歲，84歲虛歲呢個73、84，一般咧你過唔到就好難噶啦，就好難。因為好多時候咧，好似盧國沾先生咁咧，佢享年76歲咧，你問翻佢或者問翻佢啲朋友咧，佢係73歲嘅時候，肯定係身體突然間出咗問題過唔到呢一關，拖下拖翻跟住2、3年就冇噶啦。咁喺奇門遁甲咧，其實都 OK 嘅，都可以知道你人生幾時有個坎嘅。比如話日光落宮壬水落喺呢度，呢個代表你自己 yourself， 呢個你自己。如果你嘅大運，我睇翻呢個大運，你嘅大運為丁火或者你嘅大運為己土落喺呢個宮位嘅時候咧，咪沖克你自己咯。即係話你呢個大運有啲難過啦。咁每個大運入邊咧都有丁咩年噶嘛，或者己咩年噶嘛。你喺呢個咁衰嘅大運，又碰到咁衰嘅流年，咁你因住嗰2年，喺嗰2年你咪，如果你仲後生嘅，仲喺度搏殺緊嘅，呢2年咧，咪要低調啲咯，以守成為主咯，過得呢1、2年再搏殺，今年就守住先啦，守先，做下啲基礎嘢先。咁如果你係60歲、73歲、84歲碰到咁唔好嘅流年同埋大運，呢1年你就要小心啦，有可能會有發生啲意外病痛搞死你，或者啲醫唔好嘅病搞得你2、3年你就玩完所以識得奇門遁甲，邊方面唔用得，邊方面都用得，就睇你識唔識用，同埋睇你夠唔夠膽用邊方面都用得嘅。
OK，繼續啊，又睇翻呢則新聞，係突發港航一客機艙內起火，緊急迫降，係好彩冇人員傷亡啊，但係有財產嘅損失啊，冇人員傷亡，但係有財產嘅損失啊！突發港航一客機艙內起火，緊急迫降，好似喺杭州定係喺國內嘅，喺國內準備起飛嘅時候咧，客艙起火啊！好彩啊，冇人員嘅傷亡啊，但係有財產嘅損失啊！話呢個行李箱呢邊火燭啊，行李箱呢邊火燭啊！講真咧，美國佬呢啲波音飛機啊，聽講話好流嘅咋，特別係嗰啲生產員工啊，好流嘅，全部都唔係按正規作業啊，所以小心啲要小心啲啊！OK，其實隨住呢個社會嘅發展特別係依家好多內地嘅人咧都會嚟到香港遊玩啊，咁香港好多香港人咧又會去內地出差遊玩咁方便啊嘛，係咪先？咁肯定要坐飛機坐高鐵坐呢樣嗰樣交通工具去，咁唔通行路去咩？咁好多時候咧，交通工具呢味嘢咧，你出發之前咧最好咧都做個預測，睇下呢次出差呢次旅行順唔順利會唔會有啲咩意外最簡單起碼都有啲拗撬比如話飛機 delay 係咪先延誤酒店俾人 book 咗房唔留俾你啊坐喺去當地坐的士跌咗嘢啦，喺酒店唔見嘢啦，會唔會順利呢？出發之前問一問奇門遁甲啦，養成習慣我都係㗎。我做大事嘅時候，我肯定問奇門遁甲。每次我做大事嘅時候，我一定肯定問奇門遁甲。譬如好似呢個案例咁，你自己為日光落宮落喺邊度？落喺震宮。如果你呢個宮位俾白虎落宮，俾白虎落宮落喺呢度，俾白虎落宮沖克，而且咧呢個白虎落宮咧係帶四害嘅嚟沖克你自己呢個日光落宮呢個宮位，就代表呢次出行有壓力，白虎代表壓力，咁有壓力代表咩意思？意外咯，唔順利咯，會出啲其他問題咯，咁咪因住嚟咯，會推遲啲起行噶，推遲一日半日啦，起行噶，改期咁確實係要去咧，一路上咪要小心咯，一路上小心咪 OK，所以奇門遁甲有咩唔測得嘅？用奇門遁甲，如果你哋八卦嘅，測下人哋琴晚食乜嘢都得噶。琴晚食咩餸同邊個食喺邊度食都測到出嚟，冇乜嘢測唔到嘅。所以話咧，你哋有任何問題要問，我都歡迎你哋喺師傅在線呢個環節咧，聯繫工作人員，盡早將你哋要問嘅問題提出嚟。咁我喺呢個師傅在線呢個環節咧，就會同你進行一啲非常之深入嘅分析嘅，而且完全免費，而且完全都係啱嘅。多謝各位，下次再見。有任何建議或者有任何要求，可以聯繫我哋工作人員嘅電話同埋 WhatsApp。OK，thank you，多謝晒。喺度祝各位朋友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家庭幸福。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